大家好，在下李追，歡迎翻到嚟個 channel。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啱啱完咗嘅歐聯八強賽事啦，咁樣。其實今輪咧第二回合咧，其實我就睇咗呢個國際米蘭對拜仁慕尼黑嘅。跟進翻上一場啦，咁然後亦都係睇咗皇馬對呢個阿仙奴嘅咁樣啦。咁雖然話佢哋可能第一晚帶佢跳住嚟睇嘅，大概都了解到七七八八㗎啦。基本上頭45分鐘睇完皇馬之後咧，基本上我都已經冇再理嗰邊㗎啦。咁基本上都專注睇國際米蘭㗎啦。稍微同大家講一講點解啦咁樣。不過首先恭喜咗阿仙奴先啦，阿仙奴都即係成功打敗強敵啊。雖然話皇馬今場係踢得好差嘅，呢兩回合都踢得好差啦。但不過始終喺歐聯上面打贏皇馬都係一個成就嚟嘅。迪勤懷斯都兩回合踢得非常之好啦，首回合嘅兩球非常之靚嘅死球啦，跟住次回合亦都係無論係梳理節奏啊、進攻防守，其實佢都係基本上係嗰個中場鎮守中場嘅核心嚟㗎啦，咁變相就非常之漂亮嘅。咁至於國際米蘭亦都順順利利地擊敗咗兩回合擊敗拜仁慕尼黑啦，第二回合就係打和嘅，打和第一球第一回合就贏一球咁樣啦。咁其實就都唔意外㗎啦。相反，我覺得倒翻轉頭，國際米蘭今場冇贏到拜仁慕尼黑咧，反而就係其實有啲又唔好話唔公道嘅咁，但不過就即係國際米蘭如果係運氣好少少嘅話咧，咁其實咧佢哋應該兩回合咧係清脆擊敗拜仁㗎啦。咁我哋即刻落場睇一睇點樣發生啦件事。咁首先咧四強咧，其實今年係好有睇頭嘅，阿仙奴對巴黎聖耳門啦，然後巴塞對國際米蘭。其實我覺得四隊嘅實力非常之接近嘅，即係冇以往可能譬如可能上年咁樣你一睇就知譬如皇馬打多蒙特決賽咁，一定係皇馬大幅度比多蒙特要強啦。又或者可能前年嘅你見到一邊係曼城打唔記得邊隊，咁但係另一邊就係 AC 米蘭打國際米蘭，就好明顯見到某一邊咧係會特別強嘅，某一邊強比較懸殊啲咁樣。但係其實今年我覺得四隊實力非常之平均，即係爭到最尾都係即係應該幾刺激幾好睇咁樣。咁我哋即刻落場睇一睇先啦。咁首先俾少少 teaser 大家，呢場係巴黎聖日耳門對呢個阿士東維拉咯。咁呢場咧我就今場唔會今條片咧就唔會點講嘅，但不過俾少少 teaser 大家睇一睇，因為之後我再分析PSG 嘅時候咧，我相信會有更加多嘢睇到，同埋係非常之精彩嘅比賽嚟嘅。你冇諗到阿士東維拉嘅進攻組織啊，或者佢好多嘅部署其實係非常之漂亮嘅，亦都係同呢個即係今季如日中天嘅巴黎聖耳門咧係打起上嚟咧，其實係非常之燦爛嘅。你睇睇呢球啦，呢一球就係巴黎聖日耳門呢個時候咧，佢哋已經落後緊2-0嘅次回合，咁總比賽落後緊5-1嘅。咁但不過呢一下咧，首先泰利文斯喺中路前場持球，然後拉斯福特喺佢身後走一個 underlap，然後佢後腳射俾佢嘅時候咧係非常之靚嘅。呢個係一個好流暢嘅組織，你係講緊係短短係1秒鐘之內發生完成嘅呢個成個組織。咁然後射俾拉斯福特啦，然後佢自己向另一邊走，拉開對方嘅球員啦。由拉斯福特即刻射俾中路殺上嚟嘅隊長麥堅啦。咁麥堅其實今場踢得非常之好嘅，助攻助守遠射乜都有噶啦。基本上係麥堅係而家係阿士東維拉近期最重要嘅一員嚟嘅。咁然後麥堅殺上嚟嘅時候咧，其實你見到中路呢度咧係已經有好多空位㗎啦。咁變相巴黎聖日耳門就即刻回身防守啦。咁然後拉舒福特咧亦都順勢走過入呢個空位度，即係同麥堅一齊 overload 中場中路嘅呢個位置嘅。後防中路呢個位置，禁區頂呢個位置嘅。咁變相咧喺另一邊嘅泰利文斯咧就得到一個好瞬間嘅好大嘅空位啦。其實講緊呢個組織係持球射落去，再傳，跟住然後到拉斯福特走到呢個空位，麥堅俾落嚟，其實講緊係2秒鐘之間嘅事，係非常之流暢，係 one touch football 嚟嘅，係非常之漂亮，係好有一種大家心目中理想嘅進攻足球啊，一種西班牙式嘅踢法。咁可能係都係艾美利嘅調教嘅功勞啦。咁佢覺得艾美利嘅手下嘅阿士東維拉係踢得越嚟越好，越嚟越漂亮嘅足球。作為一啲叫做相對上下把位嘅球隊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睇過之前講般尼茅夫嘅片段啦，又或者甚至係可能國際米蘭啦，
或者阿仙奴咁樣，其實佢哋作為一個下把位，叫做所謂嘅單兵能力唔夠對面強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嘅呢啲球隊咧，佢哋得到呢一個進攻機會咧，就係靠呢啲好微細嘅瞬間打出一個空間時間差，令到自己喺人少，譬如你見到呢度，佢哋4個球員對住對方平均有5個球員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可以做到人少打人多，或者呢個小範圍入邊2個打3個，或者呢個小範圍入邊3個打4個咁樣。其實佢哋好多時用到呢啲更少嘅球員去打到一個更加凌厲嘅進攻嘅時候咧，咁變相即使你喺球員單兵能力唔夠啦，可能未必係技術上嘅唔夠嘅，可能係身體質素嘅唔夠，或者可能係戰術嗰個意識啊冇咁快嘅時候咧。咁變相咧就係靠呢啲訓練，靠呢啲操練咧，令到佢哋已經知道要走去邊度。即係有時有啲球員，譬如好似湯馬士梅拿咁，佢天生就已經識聞到陣味，知道要去邊度揾食嘅。咁但係又未必咁多球員做得到嘅時候，你就靠呢啲好經常嘅鍛鍊、經常嘅訓練配合，咁其實大家就自自然然去到嗰個情況就即刻點樣走。咁其實所以喺艾美利手下嘅阿仙奴係非常之漂亮嘅。不過至於講到PSG 同阿仙奴就留翻下條片講分析 PSG 點解今年嘅進攻會咁漂亮，或者佢哋嘅邏輯係點樣啊？佢哋打嘅足球究竟係點樣咧？我哋留翻下條片再講。咁我哋今日咧就主要 focus 翻喺呢個皇家馬德里對阿仙奴同埋呢個國際米蘭對拜仁慕尼黑嘅片段嘅。咁呢個就係皇馬今場少數嘅叫做有啲進攻嘅畫面睇下啦，即係其實皇馬今場咧進攻係好明顯多好多㗎，因為佢哋係一隊全軍壓上啦。咁阿仙奴揸住3球，亦都慢慢同你踢，咁樣唔介意死守嘅。阿仙奴出名防守好㗎嘛。咁但係咧，其實可以話皇馬今場係冇乜有效嘅進攻，冇乜威脅嘅鏡頭嘅。呢個算係咁，因為呢球最尾咧係有個入球嘅。咁但不過就係因為越位咧就冇坑到嘅。咁至於點解會有件咁嘅事發生咧？咁我哋就要睇下物種嘅走位啦。首先，雲尼奧斯邊度持球？物種咁殺入中路啦，咁好正常啦，因為物種今年響皇馬係比較靠中間嘅。咁好啦，咁跑入去，雲尼斯奧斯冇第一時間出，咁佢 cut 翻出嚟之後咧，咁物種咧其實已經睇到㗎啦，然後佢係選擇咗企定定，冇諗住褪翻出嚟嘅。就算呢個位你俾你執到雞，你都越位啦，係咪先？物種嘅心態係點咧？就係喂，我走咗㗎啦，喂，你做咩俾唔到啊？點解啲球員點解隊友唔可以喺度揾條私家 Q 啊？即係雖然人哋已經包晒所有角度咁滯㗎啦，話點解你唔可以好似迪布尼、好似奧斯爾、好似啲中場大師可能係派路、沙比、小白，話揾條私家 Q，法比加斯揾條私家 Q 俾你，唔係唔得嘅。咁你咪睇下100球有幾多球做到咯？但係物種就係喂，我跑咗啦，你做咩唔俾我啊？你做咩做唔到啊？我企喺度咯，我唔係又要走翻出嚟嘛？我攰喎，喂大佬跑完喎，我反應唔切喎咁樣。但係你見到物種呢下咧，佢係企實晒隻腳，係完全冇任何意識騰翻出嚟嘅。咁好明顯佢嘅心態就係我跑咗㗎啦，做咗㗎啦。今球你俾唔到啊，我咁算咯，就係咁。但係如果你諗下上場我哋講上條片我哋講拜仁慕尼黑嘅時候，湯馬士梅拿會點做？或者甚至唔好講湯馬士梅拿，你諗一諗好多球壇頂級嘅前鋒，利雲道夫斯基。哈利簡尼，甚至可能同樣係翼鋒嘅沙拿，佢哋喺咁嘅位置之下，佢哋會點做咧？我從來冇見過任何一個頂級球員係會咁樣企定定企實晒隻腳喺度嘅。即係如果你話你慢慢褪翻出嚟咧，咁我覺得你係即係你可能純粹反應唔夠快，但係物種呢下係好明顯企實隻腳，佢係冇喐到嘅。跟住有個波咁樣飛出嚟嘅時候咧，佢揾個膊頭撞個波入籠就算咗。但係佢好明顯知道自己越位，佢呢下嘅心態係咩？就係我入唔到波，係因為你俾唔到。係因為你廢，你話你俾唔到波，喂我走咗㗎咯喎。咁而家倒翻轉頭咧，就同翻賽前傳出一單新聞，就係講安察洛提特登咧喺訓練完之後咧，喺備戰對呢場第2回合嘅時候咧，佢就特登喺訓練完之後開咗個10分鐘嘅會，就係要求啲球員俾盡，係覺得咁嘅意思係咩啊？你哋俾唔盡咯，就係話俾你聽第1回合，喂你唔好咁 hea 啦，喂認真踢啦。喂，你係好需要去咁做㗎，即係好明顯呢單嘢去
攻擊緊邊個咧，或者去 target 緊邊啲球員咧？咁我諗大家都心中有數㗎啦，因為你睇到上場其實皇馬嘅中後場係受壓非常之大嘅，咁中後場都咁搏命嘅時候啦，咁仲有邊幾個球員會係嗰個目標咧？咁樣咁啊，Well，我哋即刻再睇落去。咁我講到入波啊，隊友俾唔到啦，咁我哋講下失波啊。咁首先，皇馬今場佢哋為一個第一個失球啦。咁其實皇馬今場係輸2-1嘅第二次回合，咁但不過因為佢後面全軍壓上就唔計啦。咁但不過呢個係佢哋先失球嘅。四人防線喺最後對住對方3個鋒線，咁好合理啦。咁然後繼續同上一場一樣嘅，就係一個雙中場啦，叫做雙防中啦所謂。咁其實兩位其實都已經喺中路限制咗迪勤懷斯嘅走動㗎啦。咁至於呢個位，白色框比寧咸已經見到佢揮緊手嘅時候，因為佢身後其實係有湯馬士帕迪嘅，咁冇理由佢會佢走過嚟就有防守呢個㗎。咁如果佢突然間彈咗去右邊，咁點算咧？咁就算我當比寧咸呢下佢真係應該殺落去都好啊，你見到我哋嘅麥總咧係完全唔跟嘅，完全係唔知做緊咩㗎。咁都唔緊要啊，就轉到過嚟左手邊，雙中場又移翻過去咯。你都係見唔到麥總翻嚟幫手嘅喎。你唔好話你落翻嚟防守啲乜嘢啊。咁你可能落嚟幫手睇下帕迪都得啩，幫手睇下奧迪加特都得啩。佢雖然個波出咗去，咁但係收翻落嚟會唔會可能個波突然間彈出嚟會好啲啊？咁樣冇嘅，麥總梗係唔會幫手啦。咁變相咧令到個問題就係咩咧？本身喺紅色框呢個位防守緊，同法蘭加西亞一齊聯防緊呢個薩卡仔嘅魯迪加咧，咁變相咧佢就要跟上嚟去對翻呢個薩卡仔嘅位置啊。因為咧隔離嘅阿森少咧係已經面對咗一個完全空晒嘅球員啦，咁變相佢係要自己上去對翻呢位應該係美連奴嚟嘅。咁但不過阿森少呢下就因為始終4人防線，咁啊保持防線完整係好合理嘅。咁變相佢殺出嚟嘅時候係慢咗啲嘅。咁然後另一邊就係狀態唔好嘅魯迪加啦。咁魯迪加呢下其實完全跟甩晒嘅。其實如果係有意識嘅話，其實佢呢下應該直接跟上，然後亦都唔會俾佢擺脫到。就算你呢下俾佢走到身後都好，佢應該可以埋到去收窄薩卡仔嘅射門角度嘅。咁變相魯迪加就做唔到。咁當然啦，而家嘅魯迪加已經唔係幾年前喺車路士尾期嗰陣咁巔峰嘅魯迪加啦，年紀比較大啦，傷患比較多啦，而且本身魯迪加都唔係一個好能夠指揮防線啊，或者佢意識唔係好好嘅球員啦。佢以往嘅強大係因為佢嘅速度、佢嘅身體質素強，咁變相佢可以 cover 到好多個位置啦。咁但係喺呢一個你中場如此地受壓，冇隊友幫手去做屏障嘅時候咧，魯迪加嘅缺點就好明顯體現到啦。再加上佢身邊嘅拍檔，亦都係好年輕嘅魯爾亞辛斯奧啦。咁變相咧喺冇一個指揮嘅球員嘅情況下咧，咁其實咧呢條防線咧係完全不能夠負擔到咧你前鋒線唔好話前鋒線，你中前場嘅唔作為嘅。因為中前場唔幫手防守嘅話，你起碼當係少緊2-3個人嘅時候咧，你後防就算再強都好咧，你係冇可能咧會去完全係梳理到清得晒呢啲波嘅。咁以往可能有卡華積啦，右閘可能卡華積未傷之前啦，因為卡華積佢成日傷咗成年㗎啦，都 ACL。咁再唔係以前可能有防中可能有卡斯美路，或者可能有華拉尼，或者可能有沙佐拉莫斯嘅時候咧，咁變相其實好多時皇馬佢哋自己後場嘅統領嘅球員咧，佢指揮嘅球員咧係比較多。咁而家咧皇馬嘅後防就係冇一個能夠指揮防線嘅球員啦，再加上中場。都阿文尼啦，卡文雲加啦，咁其實佢哋都唔係一個防守位置感意識相當好嘅球員啦。雖然佢哋係有咁樣防守操藝嘅，亦都係作為一個中場嚟講係唔差嘅，但係佢哋唔係一個能夠指揮成條防線嘅球員嘅時候咧，咁變相你再前面冇人幫到你嘅時候咧，冇人幫你做屏障嘅時候咧，咁你後防嘅受壓太大咧，你呢啲咁嘅出錯係必然會發生嘅。咁我哋今日就睇下數據啊，上場我哋都睇咗㗎。上條片我哋都睇咗上場嘅數據啦，咁我哋今場就睇下啦。其實今場雲尼斯奧斯咧係比上場好得多嘅。咁大家睇到啦，呢度嘅可能地面爭搶
等等啊，或者佢哋嘅 expected goal 啊等等咧，其實都係比上 touch 啊都係比上場好好多嘅。咁當然啦，佢嘅受限於佢能力又佢嘅質素有限啦，始終即係雖然話佢踢得順嘅時候，哇好似世界級咁樣，但不過好明顯見到就係雲尼斯奧斯喺冇咗一個第9號啊中鋒啊，或者冇人頂喺中間個點嘅時候咧，其實冇人幫佢拉空位嘅時候咧，雲尼斯奧斯係非常之受限嘅。咁今場雖然佢都唔係話踢得特別好啦，佢嗰一球入球咧，其實都係因為對面沙利巴一個超級大嘅犯錯，直接送去佢面前食嘅啫。咁但不過起碼雲尼斯奧斯，你見到佢防守數據等等咧，其實佢都起碼係有努力過先啦，起碼有鬥心啊，有幫手啊，即係想去搶啊，想去逼啊，想去防守啊。但係睇翻另一邊，麥巴比防守數據近乎零，亦都係繼續 keep 住失控球，然後繼續 keep 住好低嘅 XG expected goal、expected assist， 兩個 key pass 得0.03expected assist， 即係代表咩啊？佢傳呢個波其實個質素好差，或者個位置其實唔係好靚，呢隊友夾硬射嘅啫。咁即係佢喺呢比波嘅組織唔係特別有貢獻啦。咁然後0.09嘅 expected goal， 然後佢有兩腳唔中籠嘅，咁即係代表咩咧？佢就係兩腳求其射喺好差嘅角度、好遠嘅距離，甚至係完全俾人防守晒冇晒射門角度嘅時候，夾硬射兩腳0.09，即係平均一腳係0.04、0.05。呢個數據咧係基本上你係離門30碼射，離門30碼咧都未必會低到咁嘅。你有起腳，你有中籠啊嘛。但好明顯就係佢呢個係完全係求其射。喂，我射咗㗎啦。喂，大佬，我起咗腳㗎啦，我做咗嘢㗎啦。喺咁嘅情況下，連雲尼斯奧斯雖然話佢都唔係一啲，即係佢都係叫做有啲所謂球王格啊，我叫佢做，即係叫做懶係嘢，覺得自己進攻好勁啊，唔使點防守。但係不過佢今場好明顯都有落力嘅，好明顯佢個心態係非麥巴比係好好多嘅。咁究竟如果喺咁嘅情況下，以往賓斯馬、以往巴爾、以往 C 朗，就算佢哋唔會全部收晒落嚟防守，但係起碼佢哋前面都會有遮掩下啊，有跟住防線移動啊，幫手去遮下線啊，成咁樣。但係你見到上場佢哋冇做到啦。今場麥巴比咁嘅數據，直頭冇話遮唔遮線、逼唔逼搶啦。佢有冇存在喺呢個球場上都係成問題啊。如果喺咁嘅情況下，你中後場要強勁到點樣咧，先可以負擔到麥巴比呢個咁嘅 luxury 嘅球員咧？講緊係佢呢啲數據，呢啲防守數據，佢呢啲咁嘅進攻數據，我假設你今場話俾唔到，我當你俾到你啦，點樣？你後場要勁到好似以前當打巔峰皇馬，甚至比嗰陣時嘅皇馬更強，你先可以負擔得到起呢個球員嘅時候，我想問喺球壇有冇可能達成咧？你講緊以前你係有馬塞路、當打嘅卡華積、沙佐拉莫斯、華拉尼、卡斯美路，當打嘅摩迪、金球獎得主啊，當打嘅卻奧斯，而家嘅皇馬，甚至而家嘅球壇，有冇一隊球隊可以負擔得起一個咁嘅全明星陣容，去就係為咗你呢一個所謂嘅天才球員麥巴比，其實佢都25歲㗎啦，天才到咁樣咧，其實就25歲咧就，其實你只不過係一個名氣比較大、比較出名嘅華舒福嚟㗎咋，你同華舒福係冇分別㗎，你只係一個有啲天分嘅華舒福咋。如果係咁嘅情況下，你呢一個球員喺皇馬擔任一個進攻主力嘅位置，我只能夠講，如果佢 keep 住咁樣嘅話咧，皇馬將會面臨好大嘅危險。咁皇馬講到呢度，我哋講下國際米蘭啊。咁其實今場咧，今場唯一嘅變動咧，其實就係對比上回合咧，今場嘅正選嘅攻中咧，喺拜仁慕尼黑嗰邊咧，就係用咗湯馬士梅拿 instead of 呢個古利路嘅。咁其實你知我知，單眼佬都知㗎啦，本身就應該咁出㗎啦。咁金賓尼發覺自己上場衰咗啦，咁今場我用翻湯馬士梅拿 OK 冇問題。我當你又真係醒覺啊咁樣。咁但係踢落咧，其實加波係完全一模一樣嘅，係冇任何分別嘅。即係倒翻轉頭，對面世恩就等你嚟挑戰啦。佢揸住一球，仲要翻到主場，佢梗係慢慢同你踢。
佢好明顯佢嘅戰術係比你優勝，佢上場係壓制住你嘅，佢今場梗係等你嚟挑戰㗎啦。我繼續咁樣踢，然後你金賓尼唯一嘅變陣就係換咗湯馬士梅拿出嚟，冇用到古利路，完啦。成場波完全同上場一模一樣，繼續喺邊度由 Michael Olise 發動進攻。射到落去 half space，然後一個勁窄嘅角度，其實國米好明顯係俾你咁走噶，好明顯俾你咁走。你成日見到佢哋都咁樣走，三中堅照樣守喺中間，照樣內收，照樣壓縮防線。然後呢啲咁嘅角度，你咁樣出嚟，你身間有3個球員，你仲有人喺度 block 住你嘅傳球路線。咁啱呢球其實出到嘅，係出到俾湯馬士梅拿嘅。咁呢球其實有少少運氣嘅，再加上湯馬士梅拿走位好靚咯。咁但係你作為一個教練，你見到咁嘅情況下，仲要係唔止出現一次，係出現咗好多次嘅情況下，你同我講，你過去呢個禮拜你準備咗啲乜嘢咧？你輸咗上場波輸咗，你今場嘅唯一嘅變動就係我換咗個人，就係咁啊！禁區頂咁多位置，點解唔利用咧？其實球員係有意識企喺嗰度嘅喎。嗱，呢個拉馬呢個斯坦尼斯啦，其實佢哋係企晒喺度㗎，空晒㗎啦，舉晒手㗎啦，等緊㗎啦。結果又係咁樣兩邊斬嚟斬去，斬嚟斬去，射嚟射去，射嚟射去，同上場乜分別？上場唔得，點解今場會得？就因為你換咗湯馬士梅拿。咁我又假設你真係好相信湯馬士梅拿，你覺得佢真係好勁、好掂，我醒覺啦。今場我覺得佢真係掂，我醒覺啦。咁你就係覺得我用咗一個咁嘅球員，我就會贏㗎啦。今場你會唔會太天真咧？咁其實另一方面講就係，其實我唔覺得同金賓尼嘅調教有任何關係嘅。湯馬士梅拿踢得好，你見到今場哈利簡尼繼續頂緊前點，然後湯馬士梅拿係識得執佢後點，古利路會唔會識咧？識唔識走呢啲位咧？唔敢保證，我就冇見過嘅。咁我當佢有機會做咯。咁然後呢下哈利簡尼走前點收後，孭住引咗對面3個球員，然後中路湯馬士梅拿再直接進攻對面嘅左中堅巴斯東尼，然後呢個波奧古斯都殺碎嘅時候咧困咗出嚟，然後就俾到Michael Olise 咁樣。咁面上咧呢啲係真係球員質素嚟，你要為一個球員可以孭住對面3個球員，你要中間有個球員攝得咁靚，去引到對手去犯錯。其實同呢啲你咁樣斬嚟斬去，其實呢啲係冇任何嘅技術可言嘅。對於教練嗰方面嚟講，係球員自己質素㗎啦。咁變相咁嘅情況下，咁不如我教啦，咁樣斬嚟斬去啫嘛。我揸住哈利簡尼，我揸住湯馬士梅拿，佢哋兩個咁識走位，喺禁區邊嘅揾食能力咁強，我都識咁樣斬啦。咁我教咪得咯，我使乜要教練啫？都唔緊要啦，我當你真係好相信湯馬士梅拿，我當佢真係掂啦。又繼續咁樣做，不停咁斬尾柱。呢球咧係入咗嘅，壓力大喺尾柱頂一個好靚嘅波，咁樣弧線咁樣頂翻去遠處嘅。但係你睇下個角度咁窄，點解要咁做啊？點解要咁做？呢個角度窄到係你基本上你計 XG 0.03嘅咋，可能你係好難入㗎呢球。然後呢下又係繼續斬啦，斬尾柱，又係其實對面4人防線。得一個人走前柱，一個人走尾柱，4打2。對面如果唔係蘇馬自己，因為佢哋守到最尾幾分鐘，佢唔係佢自己劣，佢走出嚟同隊友有啲誤會嘅話，拍出嚟。其實呢下咧係唔應該有人起到腳㗎。呢下哈利簡尼係咁樣子屈翻出嚟，最尾係完成咗個射門嘅。咁但不過就因為蘇馬都自己出嚟撲到啦，咁變相哈利簡尼被腳就射咗飛機嘅啫咁樣。咁但係好明顯就係哈利簡尼係能夠走咗出嚟。對面犯錯拍出嚟喺呢個位起腳嘅時候，咁點解本身你呢個位係冇一個進攻部署喺度嘅咧？你好明顯知道嘅，好明顯你見到好多空位嘅喎，即係你唔一定要下斬噶嘛，可能有一個收出嚟，或者可以收出嚟再俾落去又得，或者再唔係你呢啲位本身係咪應該已經第一點已經有球，即係呢位球員咧係咪應該第一點已經喺度起腳咧？你可以話又當你話。進攻球員嘅質素未必夠啦，某部分球員啦，即係可能有啲強嘅球員識走，有啲冇咁勁嘅球員咧，佢就冇咁 sense 到咁啊。咁我都唔緊要啊。雖然你好明顯金賓尼你係唔識教波噶啦，我都幫你揾個藉口再睇落去。到呢球係拜仁慕尼黑嘅第一球失球，前柱
兩個手一個，中間兩個手一個，之後再呢個位跨住拿特魯馬天尼斯係金美治同埋艾力戴亞手嘅，咁然後外邊三個球員對翻三個球員啦，好合理。你有人數優勢，9打6㗎啦，基本上影到嘅球員入邊，你有絕對嘅人數優勢。你作為一個我當你係區域聯防咧，因為好明其實都幾明顯佢哋應該係區域聯防嚟嘅，雖然我唔知佢哋嘅手到咁啦，但係最尾你會發現咩？中路同拿特魯馬天尼斯對決嘅係最矮嘅金美治，隊長金美治。金美治對拿特魯馬天尼斯，一個出名大隻，一個出名強壯，一個出名細粒，然後仲要你打區域聯防，你揾一個最矮嘅球員守中路，呢個係乜嘢佈置嚟㗎？然後呢下咧爭頂，第一下未個波未到之前咧，拿特魯馬天尼斯推咗金美治一下，佢一嘢咁樣撐開咗佢，金美治完全失平衡。拿特魯馬天尼斯第一下咧攞落嚟咧頂嗰陣咧係頂得唔正嘅，嗰波彈翻落金美治度嘅。但係金美治因為佢俾馬天尼斯掉到失咗平衡啦，佢自己都食唔正個波，就咁踢一踢，其實塌塌地嘅。然後馬天尼斯就快腳一篤入咗。點解你要揾金美治去對拿特魯馬天尼斯？點解金美治會喺中間防守？最矮嘅球員喺呢件防守最危險嘅中路，哇！你呢個乜鬼嘅配置嚟㗎？我都唔記得再睇落去。又係角球，你講緊呢兩球失球係5分鐘之內嘅，又係區域聯防啦，似係啦，因為其實你唔係好知佢哋究竟教啲咩出嚟㗎，即係如果你嘅死球教咁咧，死球教練好有問題啦，咁主教練睇唔到，或者你主教練你揾啲咩教練團隊翻嚟咧，我真係唔知，即係金賓嚟教波教到咁樣咧，佢能夠教到白人咧係真係童話嚟㗎，我相信呢個世界有奇蹟㗎。繼續5人防線，前面3個，我就係覺得應該係區域聯防，因為睇呢個畫面就係，即係前面有3個人 body shield，然後中間呢個最危險嘅區域咧5個人聯防。好，帕華特外邊走入去，Conrad 拉馬右閘嘅拉馬係唔能夠阻止佢啦。首先佢應該就算佢唔能夠壓制佢都好咧，佢應該逼佢走外線嘅，唔會俾佢走身後嘅。咁唔緊要啦。咁你中間有哈利簡尼、有金美治、有艾力戴亞，邊個去搶呢下最高點咧？即係話你做區域聯防，你就因為企定喺嗰個位，你就係要先過人哋升上去頂到個波，即係殺到個波。但係佢哋落咗喺呢個幾個人嘅之間咧，佢哋冇人有反應，冇人反應，冇人第一時間反應到啊！咁變相咧就俾帕華特升起頂入嘅。咁然後呢個區域聯防，你知道對面係夏安奴高開右腳球員開外彎，你其實你大一嚟你見到個波軌跡，你應該大概知道落點啦。而且佢哋係有意識防守呢個小禁區頂位置噶嘛？點解唔係第一時間冇人上去爭嘅？呢下哈利簡尼同金美治同金文哉係夾硬升起咧，其實佢哋有少少阻住對方嘅，咁又俾帕華特頂入嘅。咁究竟呢個位邊個防守咧？同埋點解要5個人防守一個咁細區域咧？即係如果你話對面有好多球員，你跟住係好合理啊。你區域聯防你要5個人區域聯防，仲要中間3個係非常之近嘅時候，你3個人聯防，然後你冇一個人隔住對手，冇人隔到對手，冇人升起咁樣，咁你區域聯防嚟做咩咧？你嘅佈置究竟係為咗啲乜嘢去做嘅咧？然後龍門烏壁，其實佢第一開始咧，佢唔係企喺龍門線，佢係企出少少嘅。咁你知道對面開外彎嘅時候，你呢啲小禁區位置，佢企出嚟喎。小禁區位置開個外彎，如果你話開到好出就話啫。小禁區呢個時候佢係唔應該龍門已經出嚟 keeper 沒收咧？因為作為龍門手隨打出咧，因為開外彎開到小禁區，好明顯呢個波就係龍門能夠防守到嘅區域啦。就係唔知點解冇咁做。咁究竟本身拜仁嘅角球防守配置係點樣嘅咧？你就睇落係似嘅區域聯防啦，但係冇人喺最高點升起啦，冇人係真係喺佢嗰個防守範圍入邊咧係會阻擋對手嘅。佢哋只不過係人哋斬，佢只係企喺嗰度，個波嚟到先升。點解佢唔係個波飛緊嘅軌跡途中，佢已經知道個落點喺邊？因為佢哋區域聯防嚟噶嘛，佢哋睇到個波嚟緊噶嘛，佢哋已經知道自己大概喺邊度嘛，佢應該第一時間已經去拍埋去噶啦嘛。就算我話你你冇升得人哋咁勁，你頂唔到個波，你都可以隔住對手啊。就係冇噶，帕華特呢下喺後面衝上嚟，
直接衝頂，boom，咁樣又失多球。咁我想問啊，阿教練你係教啲咩咧？你角球防守又唔得，進攻又唔得，然後甚至你配置錯嘅，即係我首先唔明啦，點解守前柱嘅唔係哈利簡尼啦？因為多數你前鋒嘅防守意識冇咁強啊嘛。咁變相你中間一定係兩個中堅最主力㗎啦，然後可能係閘位啊，可能係防中咁樣啦，唔知啊，咁都唔緊要，當哈利簡尼頂上功夫好啊嘛。咁睇翻上，點解金美在中間咧？咁個教練你究竟係做緊咩嘅咧？阿教練你係教啲咩出嚟啊？真係難聽啲講就係垃圾，垃圾，學界都不如。講緊呢啲係學界足球都不如。咁我哋再睇一睇今場嘅數據。國際米蘭好明顯等你嚟攻 ，expect 得高過你，你起20腳，人哋都起15腳，有4個 big chance，真係好明顯喺進攻效率方面，你係冇同人哋冇太大差距嘅。你俾個波你揸住，人哋總等你嚟進攻，你咪起腳咯咁樣。我俾你做啊，你做出嚟又係得咁多。即係如果你話你 expect 得高過人哋好多，或者你起嘅次數多人哋好多，咁都代表你壓制住你。而家唔係，而家純粹係人哋國米唔同你爭，我俾你起咯。然後你就自己戇居居又繼續咁樣踢，冇任何變化，咪想射啲40腳波，1.4個 expect 高，你每腳波係0.07，呢啲咁嘅質素嘅射門唔起腳都罷啦，你搞乜鬼啊？再睇翻今場嘅平均站位啦，我呢度擺咗上一場嘅站位嘅同一時間，你見到就係後面底色淺啲嗰啲咧，就係上一場嘅嗰隊嘅站位啦。國際米蘭同上場近乎完全一樣噶啦，拜仁慕尼黑同上場亦都近乎倒模，係利來辛尼嘅嗰個位置咧係收入咗中間少少嘅啫，即係你揀咗佢係咩咧？就係人哋中路最強，我進攻人哋中路，我想靠球員嘅質素去取勝，然後再睇埋個射門距離、射門嘅位置，75% 響禁區入邊同上場一樣，20% 喺禁區外邊同上場一樣。喺咁嘅情況下，其實你同上一場有乜分別？你咁樣教波，即係代表我冇橋，我希望啲球員自己揾到食啦。我用到湯馬士梅拿，唔用古利路，我希望佢夠勁啦。係咁樣嘅話，我教咪得咯，我使鬼你教咩？即係睇到呢度咧，即係講到嬲嬲地嘅，金賓尼都教到拜仁咧，就真係呢個世界冇嘢冇可能嘅，都幾勵志嘅，鼓勵下大家。咁我亦都希望大家鼓勵下我，咁希望大家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咁呢條片就完㗎啦。係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